今年上嘅神木村，去年拜拜太岁嘅时节，树丛洋葱，因有人讲到前村嘅问题，不过半年过去嘅，也在案内还冇乜嘅进度，唔单止会办到奶，给地图唔前家庭，甚至连部分居民喺度屋到底係咪睇危險嘅區域也唔前白天，按呢嘅進度本神木村民規模解釋。即地咁放咧，即地咁看有。 这就是迄正南后壁遐，即个安家咧看。為到實際了解神木村烈下嘅情形，中央地方台灣林管處同水利技師公會得到單位嘅人員，個禮拜來到神木村。禮拜目的係希望係劃天鐵天嘅區域，不過當地嘅居民講，烈下將來又是停慢咧。所以我們講百年攏種哦，百年可能講咁好咧，中央政府啊，都根本嘅啦。 上到現場來，嚟啲街來觀察啦。啊，你係唔係啲政府呀做事情啊？係咪要按調慢啲誒？本來啲百姓啊，食菜得啲啦當啊，講食菜啊，無奈何了。到現場會勘了後，所有人員轉到神木村嘅發通中心，討論未來前村嘅工作還有相關規定。雖然現場嘅官員已經有先說明過咧，不過村民還係要當到依附。 一個原則就是講，這個永久屋興建就是一定要有安全無虞啊，這是一個關鍵。就是說，你不願意走的，是不是政府就不會做？不會，政府會繼續做。我不知道今天來劃定特定區域的標準在哪裡？它的比如說離河床幾公尺。 就是說有土地的話，有房子的話，能夠符合我們在地的需求。那我們遷出去的話，也比較會一勞永逸嘛，不會說，哎，我們有房子的話，但是我們生活上沒有掌握的話，那也是後續的一個生活問題。禮拜會勘行通得到神木村民嘅同意，同所有村民認為有可能有危險嘅所在，仲可白天做鐵天嘅區域。不過嗰一參就係繼續較多嘅規則，有居民進行當上話啲講，呢時將有一個安全嘅環境是得帶。 我希望我們各級長官盡速的把這個解決，不要一直再拖下去的。如果沒有解決來，你叫這幾十戶的這個村民要跑到哪裡去啊？對不對？謝謝。這是一個開始而已。我們早上也跟所有的鄉親報告，這是政府很沉重、很這個艱巨的一個任務。可是我們希望在今年7月31號之前都完成除了少數的個案，都完成永久屋的一個安置。你家主動講，希望講青年帶這個基地。這是記錄講的啦，係政府講的啊，政府官員講的，外口是無限夾啦，無限夾啦，無限夾啦。 政府判呢下代志吼，我都對弟弟嘅啊，唔講一點13年嘅，剛要受傷了半年。香港喺8月受災區南埔地區嘅原居屋已經起好咧，甚至連災民嘅抽驗問題未有當完善嘅規劃。但係神木村嘅遷村案都離係完全冇開始做，未冇關係到居民無阿無奈何，亦希望南投縣政府寫卡夾到來做，唔太自家個人安然自在嘅嘢。卡卡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